大爷，那小女子早死了。为父，大爷，你看那边来了一男一女。大爷，抢！上来。喂。我为娘子有些累了。看我是将领，你我不是朝夕领都亲临卡殿，杨子几日再迎上路，娘子意下如何？就依本人。娘子，看那边有一辆铃，你进来稍入片刻，带我去进门卡殿。本人要早去早回呀。娘子放心。你怎么不上眼，坠落上到我的身上？分明是你上
偿了我啊！死你让我呸！找他！休得无礼！万不退下！哦，沈兄，方的小姐鲁莽无礼，委屈听这不少，得罪人兄万望四成。区区小事不必怀疑。哦，看人兄风尘勃勃，定是外乡到此。正是。请问仁兄尊姓大名，哪里人子啊？谁？哦，仁兄，小生名讳胡文新，住在家乡山上镇。哦，不知仁兄来到皮乡有公馆，新恩隐藏几层去，素见飘零几乡人。今日里附近得是古宝地，要西风沙李店台。要是女爹，仁兄啊！寒热不方便，浑身宽敞，刻苦也。无言的萍水相弄正当上，我对你见是不惜心今日有缘俩相识，愿定情难结之缘。万必请教神翁正信，心脏应当发哟。现在黑人地方地区，我家大爷是赫有名，哪个不知谁人不晓？张神翁失敬了。真是愿与你凝视为了共相知。是啊，我家大爷最喜欢就叫读书之人。不人兄。他那里一片殷勤敬业，花心面上似少爷，诚意想要我真相劝。仁兄，哎呀，不可啊！异乡他的影子今人面数来，仁兄，我一起西卷东平镇，这黑人不能渡去了，当朝神翁不想你离的小气无可救，自女之情我归不尽，这要留之年我心领神。仁兄，起来。既然仁兄不肯死在我家，那我也不管勉强。这仁兄虽大女眷，倒要寻一个清静的客店才是啊。哦，仁兄，东街有如我洋人，渴望宽敞干净，连是黑人第一等的客店，想不到十分相当。我洋人。对，现在黑人地方城里人啊，大大小小客店要人亲近而食，是了我洋人再无第二家了。这下面为仁兄名录。哎呀，张神翁是此关切，问谁恭敬不是送命。
待我欢歌如今，就办神翁迎喽。啊，娘子快来！官人，看店铺的文土了。本出了。哦，神兄，想不这位病真少了。正是如今，娘子，这位便是你心好你的张仁翁。真少请来，见礼。万里有。神兄，看天色不早，我们还是快些走吧。好，啊，娘子，张仁翁言道：这黑人城内清净客店，随开东京我娘女，你我先去投诉是我。官人，娘子不必多虑，放心如是。此次秀衣，官人。神兄人少请。张仁翁请。官人，娘子，官人，尘寰已过，人亡无常，你要当心身体呀。娘子，你路途辛苦，必该好好养息几日，千万不要为我再操劳了。官人用功读书，为其尽心照料，乃是文内之事。在旅店死了几日，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，我明日就可以上路了。明日就能上路。是啊，考期不远，还需去找官王京都。官人，你快用了这杯香茗。事之于老，娘子啊！昔日里两翁忙光，顺一命，今日里本是无影黑蓝影，你本临门，请
经营，我是穷途老他人。只因何必人们听？何况你满腹经纶于前程，你虽是还家传高颠沛，终究为去上无影，见光明。恩言送及当银子尊上阵，累得我父母丧亡无弥门，为没有生遇过金般土不平，道尽苍道绍兴人，等你娘子连忠良，没待定上神花年。想不到弟弟无人有私情，曾家会要比你我将忠诚。听梦摇目明大年，何以相聚上道本，从此同命相连同相依。从此是阴阴相随，心连心。我怜你龙困沙滩难飞腾，可敬你胸怀宏图之凌云，应我今生多种生。我是因我得福结良姻，娘子啊，你为我断了堂上父庭，你为我抛头露面走风尘，恩重是山无一方，为我过心不宁。官人啊，患难夫妻共死生，到什么时来讲什么恩？愿子愿乘风早得意，我理想北京无愿生，愿子愿恩爱夫妻能踏水，谁苦谁难填关心。娘子命你谨记心，我你生死何福永不分，一朝一日不情愿，我定要政策扫荡是经。到那时深怨心恨报复谁？红姑娘
人情啊！翠，夫人请。好啊，那我可要等着你的喜报了。我公子，我公子，来了来了。哦，滚家来了。不知有进教。我家大爷白贴相亲，我公子今日一定要辜负赴宴。这个，我家大爷说请了几次，我公子都不肯赏脸，今日实在不去，就是看不起他了。哎呀呀呀！小生正官实是不为应罪。哎，我公子不为饮酒，就少喝几杯，与我家大爷谈谈文，做做事以后不可。是自从明日时，贵人，贵人，上年到武功不遂了，你与张堂萍水相逢，我看还是不要去饮酒的好。娘子，小那张堂虽是萍水之交，连日来学问文论人情可观。今日我在这一步去，反觉尽力愉快。何况我们明日就要离开海宁，也该去向他道谢事业。此时官人酒有少饮，无需早去早回呀。我区区的为娘子放心如是。我公子，请，请请。娘子告辞了。我公子，请，请。我娘子等来了。与老店家。我娘子，何公子到张大爷府上去了。是啊，方才张副官家前来相亲，我官人无法开示，故而去了。我娘子，你们与张大爷是故交？不是的，我们初到海宁之日，在大街上认识的。看来这里面一定有名堂。店家。何娘子，你们准备在是几天呐？我们明天就走了。对呀，还是早些动身的好啊。在家千万好，出门万事难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为上啊！我走了，有事尽管吩咐啊。店家。我官人的位，请你千万算上点嘛。晓得。
起了兵家方才腾土言，不与我愁云层心灯残更见月临苍。月来三更，心欲回左灯右灯扶不着，望穿秋色，树里埋开我不是浑身他名师为本，不是己。我不是今年放了兵营把悲痛。我不是淋雨敲击来中王，我不是红门里就是自己起火光。夜月深，心月等等我吹长把中，人是昏君我公子请。用酒灌醉了胡文秀，悄悄来到我杨楼，留下死人。娘子开门，娘子开门嘞！做鬼子回来了。
是不害怕，是区区我也不生你怎可到此？小娘子啊！你无良小就在，在我腹中昏昏在。怕你写点挂心为我特地一份送信不是你的好意，张大爷，一生了怕是为夫婿吗？都是空王夫不归，郎亲情万日区区来中。什么话呀？请他端正一点。小娘子自从那个将你问，神问跌倒把相思黑，今夜你我不能不为。是良缘，我心相自当某天文学会，方创一光是岁月，同心女给有在，换地保神本说望送呀我为官的三代，官的年送举相为，一副把我为官为你交铺回龙夫人来，今宵真把女郎为，明朝报你去今天到得成我的手，小娘子，小娘子嘞，小娘子，小娘子。两年倒不成我的事。小娘子，小娘子，你在哪里呀？小娘子，公子有吩咐啊！张大爷，你到此怎么也不吩咐我一声呢？有没有看见在这个客店里的小娘子？小娘子，请问张大爷，一生根本也到整个洋楼来寻找小娘子，何事啊？你叫我滚滚行滚！行。你滚什么？滚！大爷息怒，我已经把店小弟管住了。那个小娘子已经逃走了，赶快派人将我追。今夜好日不成，倘若无人修行来，死无放落。
爷，两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伤风。对，滚7-8文秀。跟那个办？放心，吴文秀就在于躺在死亡，是谁在他身边侍候？就是小我的美香，就是美香，真是美香。好，放心，来。妙啊！家送来了晴天。
谁料相生来是何从天家？恨举眉想一名堂，道道人是将我帮，踉踉跄跄到公堂，说什么运气不是傻眉像那黑人缘，多应地中。我生难当，是今日冤人黑的天理何方？为什么不顾人造此这样？娘子，小年难下金。好像天堂答应娘。要寻谁是非是梦里鸳鸯，梦里鸳鸯，情把人真造真，不把冤。冤我天哪！你不要再叫了。因为有武林门，不念杀子。痛难伸，更苦叹母儿病死，父亲长烈，此间有子当人我一来分。我是有缘呐，你杀身偿命，我不难道你万家之内，你挽救是我冤枉？大宋哦，你大宋，大宋，什么事啊？张大爷府上的管家倒也中来了，问你有旨交代。他在电狱房等你，你快去吧。我去。大嫂，张家的人，我们可得罪不起。冤我！我们去，你不要见怪。你可知道王大大说他刚死
是了儿子啊，我说是有缘呐。我们兄弟，我养了点和王小儿没什么指教，你的事情我都已知道了。可是我想呢，但不知我去王爱英应在何处啊？我们兄弟，我定设法让你们夫妻见面。让他应在何处？大嫂，你去吧。我问谁？你喝酒吧。大嫂，这是何意？哦，这美酒好菜，老内不可多得，你吃了吧。这酒菜从何而来？这个大嫂，有人找你。哦，这酒菜，哦，莫非相本已经批下？我明日就要出师发堂了。娘子，娘子呀！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我这里你父也不归，我几段伤。我方吞听音信了吗？今日里殿下儿唱你把录音，我才关来哟中团夫披甲盖书遍天上，官人啊，你富贵真为难不我一人张当这一听金娘，我今已难吃酒过，在我死亡的为的，想不到皇我送天家。官人啊，可叹你无态善良，看不透张堂，人面受心伤。那一日你受骗张家去赴宴，十张堂夜半三更金殿房，一天夫人心怀恨，定是他设计害父梦冤家园内，何处将知晓当红？
看一人娘子啊，心里泪真悲伤，我肺腑之言你记心上，我一人冤冤不胜忘，你所里害人人怎样？往事且当梦一场，你为尊家乡本高大。西江本是在思念，愿你另配良缘送仙郎。我生愿相与希望，娘子啊，多珍重肩上，生下你好模样，啥能够扶贫扶灾张人人，要叫他两代生存不能当心被杀，天地杀尽了，不做麻烦，快走吧！贵人，你要好好保养身体，我定要为你生来。娘子，你千万不可鲁莽行事，快走吧！你。娘子，娘子。要对我相
神，我这里心老起伏，恨不平。我文秀分明是负责人，不落井下。心沉沉，这倒是欺天难欺心。请吧，当今乱子一片。我们是我来帮你，女长老望着就走，不是近着有约，不约，你们怎会相守？给你路上萍水相逢，空有虚话，句句是意。好，我跟你说说了吧。放在上当命管家张先生内，经我分明儿子俩，是你说太气不共戴天，为了民生定挂，将领我将子就送进牢房，将你多死。我担心王德不上张当上天海里，幸福永就是社交之业不没良心，虽乱世年轻人哟无理贫。要还我放你去逃生。大叔，你是什么？该等夜深人静，在沙发将你导出监牢。我是逃出牢去，有种某人大手已不明啊！我是有之意。我儿王差精神病故，长离这里。待等夜深人静，将我儿尸体悄悄送进牢房，将你定罪。确保你疾病身亡，即可前去说明。自愿代县是由张郎担待。大叔事实应容，本修定当言完即草相报。今日
你就给你我操！这2两银子，你带在身吧。这一时一路小心远，你有出头之人，也不枉我今日救你之心。此次你我在上，受爱一拜。老老小小谁不晓得杨妈妈就是我。快神光发照，给上次开张噻！定睛啊，定睛啊！哦对，你才刚刚起来，也不晓得来帮帮我的忙。妈，你快沈家的有功力。妈，你不是上次阿妹啊，有眼脸妇要紧要快。
就好，我的东西为的是防身。马到底不是要弄去跑马卖家，那开了丑鬼们只要做生意要紧啦。晓得晓得最好。有为潇洒啦！哎，马已经把炉子烧起来噻，快点收拾地当，准备开始。想那王兰英定之前，我行追高上，他不追这条路，又追哪条路呢？大爷，哦，潇洒官，啥问啥问？老太婆，快来见过我家大爷。大爷呀，撇得心小丑，到不少啦。那一同临别楼，西湖龙井，疾风明媚，君山迎阵，乱挂片，望山望风，云头天，苏州湖中，二回塔，红包福气，吃过瘾，红烛浓落烛情，万里湖中香喷喷。不知张大爷要吃啥个肉？少啰嗦，少啰嗦，谁要喊你的啥？哎，张大爷呀，那个你是做官，张大爷不吃肉都俺做官，你做啥？哎，我家大爷有话问你。方才客人看见一个身背包裹的小娘子，身边包裹个小娘子，不高也不矮，对，不瘦也不胖，对。长得娇惯个漂亮，对。哎，张大爷啊，搿侬这一个姑娘做啥啦？
他是我府中的丫鬟，推了我金银之高陶醉了。哦！哎呀，可惜张大爷弄来日也不在了。哦，那姑娘刚刚为进殿讨了一杯酒，预计叫妈妈往东面小路去了。当真？是我。不准！哦，张大爷侬不相信？嘿，家母又被渡过还是你？话你那小娘子藏在我的地里，上的那副放心啊！定金啊，那统统出来，让张大爷收爹。往哪边进攻？张大爷，那副文秀他怎么样？已经死了。等于我的儿子好大！慢，家姑娘不是那府上的丫头，不争大气。你管起张大爷的事来了。弄烈了外头妄淫霸道，我无法管教。今朝这个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让我个做国里强抢民女，杨妈妈我是非管不可。你管天管地，管不了害人张刚张大爷。但是好大的大案，经过在太岁头上动土。今朝我就是要当这个报复兵。两亿万不知道张大爷的厉人家普侬，杨妈妈我可不普侬。当心，枪！要同福，好，杨妈妈我去奉陪。当心，枪！姑娘，侬是在啥个地方？那个会落在中堂个手里呢？妈妈也。王阿英在福音寺唱经歌，谁知道如果害人起大祸，石张堂石进门去。海夫太苦，会不该轻易将他放。救命之恩，关众生，慈悲众位在关路。妈，你到啥个地方去呀？关圣杯。我要洗去心中我那官人的死的。哎呀，姑娘啊，我伶仃孤单头一个，在害人城里两生疏，虚妄张荡心不死，在落花口真
啊，是可惜啦。可惜什么？可惜我与他非亲非戚与非呀故，啥子嘴上关点情啊！我明争也是也好出头来想此次你母身上就女儿好，今朝我就剩下那个闺女儿噻。从今朝起，我就是在我的屋里，要是有啥个风吹草动，统统由我妈妈承担。多谢你了呀！丁金啊，我们快点经过姐姐。姐姐，姐姐啊！哪怕娇出妹娇娘低头服谁面照样。不叫声，有那个他。呀，妈妈，张大爷，老太母，小畜生！我开口骂侬是张无爹无娘无教养，杨妈妈，我今朝要来教训侬，侬两只耳朵拉拉长，张家祖宗上阴德。养了侬个头上上场，爹爹留侬个小畜生。王有一副神面相，自然非黑心干肚上。我过莫因上天亮，还是做人血迹白白，人人都有一本账。不要看侬神气强，兔子面部不为上。不要看侬摇摆我骨头眼里为上苍。不要看侬无人管，杨妈妈，我早有人来叫我了。哪怕侬王爷不法推荐莫敢讲，财美女财无辜，掐着老手抱着两面闹得凶，到头来牵到那个包船，吹进火皮生欢唱，你要骗你要哄，叫侬出上天年给我打！
什么？明朝我招待派你来。这个他，哎，求说。妈妈，你看被打得这副样子，怎么办呢？妈妈都是为了女儿一人，连累你母一家，叫女儿死无温馨。阿囡不瓜问我，真是上当害人精啦！不要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杨妈妈，早当被当，他岂能过去？看来你们才吃也不多呢，还是换到我家附近聚礼赏月。聚礼赏月，聚礼赏月。好，我家。妈妈。西藏多亏了你无放我去大圣，改名皇朝上京人，赴考得中第三名，奉旨行爱到海宁，为我四方查明经，要放张荡谁护真，再放我去往来安宁，但愿得淮南夫妻重相依，再苦今生路明。大臣，讲过几次，你要小心了。是命你去信访我杨雷订户王小儿，可曾找到？哦，我已经去过我杨儿，那王小儿早在3年前就被长郎关出了店门。你再去信访，指认指认，不需要找到王小儿的下落。是。老张，你何在此里头？你是张导，你还我的女儿。老张请信。我们不是张堂，我们是引路之臣。你是袁立，你是副代，你们为什么不是我的上司？为什么马会让我娶我来？老张，我们送你回家去。你们什么诬告张导，将我关了3年监狱，我已经无家可归了。
既有文不冤枉，我们替你伸冤报仇。你们伸冤！童儿，你将他先带至乱让，安等之后再去寻访皇小儿的下落。老人家仆人谁生？本心我也是养谁来一样恨真今夏尊愿来朝真，不用狗当配长生。今日我身为靖安张贵女，我定要伸冤报仇，洗名分。一路迎一路过，是真相成老鹰。我记聪儿问，娘子终因无知人，回来失望3年，真万千梦上是难言。那一年他临别之生云，两边是今日定有小娇生，娘子啊，不知你今日何方里，不知你母子可爱你，不知你夫配真特心，不知你谁是多光临，诸事与相心不定。娘子啊，你究竟是还是生？老太婆想想也伤心，距离上月大不离，正月个上子进衙门，谁知道光棍相不讲理，条条黄花是空文，欲却又是门王爷，平民百姓只愿安生。我越思越想，心越恨，为什么人没有报应啊？叫上死鬼何文书，今朝官花来洗礼，我做张干公事，陪你地方好。妈妈，你在讲什么？我来了个何文书啦。何文书，他在哪里呀？何文书已经死了3年嘞。正已死了，妈妈因何杀他？哦，那今朝拉回一出3周年，说到底买了顶啊牛啊，有关是为
文熙是你什么人？哦，是我个女婿啦！女婿？何文秀的妻子王兰英是我的闺女儿，跟侬讲何文秀是不是我的女婿啦？啊！哎呀，对，哦，妈妈，不知你家是哪里？王兰英可不好啊？妈妈。侬是啥个人？当听我的闺女做啥？我想侬想父话好意。妈妈，侬再要纠缠，我就要不客气了。妈妈，拿过来噻！呀，妈妈，你买完花回去了？是啊，喏，我买了点五阿牛啊，要赶着回家。你来日姐姐，我等着替你继父做3岁年年，赶我先走噻啊！妈妈，咦，你这位先生在这杨妈妈做什么？方才听妈妈言道，今日要替胡文熙做3周年，我想当听。胡文秀也没什么关系，你当听他做什么？看他不怀好意，不要理他，我们走吧。众位大姐，我与胡文熙乃是同窗好友，数年不见，不想他已经去世了。今日既知他做3周年，我也要到他灵前一吊，以表顾教之情。啊，原来你想去吉林？是啊，他玩老三，好，这两他去吉林吧。好，4次你就听了。王谢母愿丧了命，王兰英该抢先万分因与杨妈妈抗不平，追下了迎接命。从此人们论就是家人距离上远去安生。距离上远。两条母女小你，蓝银地方的鲜花多光阴，苦难中遇法自身。孩子已有3岁了，刚刚堂堂取名最叫何等？不对，请问大姐，距离上远在什么地方？金珠山里桃花坞，水土楼里桃花坞，旗袍两面彩虹，距离上远，年年深。各位大姐自不己，要客气，我们去吧。多谢大姐自己，不要客气。大姐。这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久别夫妻自差情。蓝营里出黑人人，还添了3岁娇儿红灯灯。举尊为上尽难尽。滚往那距离上远去放蓝云。这样
老两花针，七宝两锭来冲过。距离上远迷人人，看着今一如上远都为人，因看人家人所闻，那一边说礼貌三为等身。莫非就是杨家门陪我上前把门开？为什么青天大人门关紧？耳听那边无声响，不见娘子王妃心。我望还有只唱来，我家唱响来看分明。哎呀，唱开高来看不见。哦，有了，便亏上头就看得清。分手举目向内望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城台朝上摆，铺木脚有分两旁，三枝清香炉中插，荤素菜肴桌上放。第位大香红灯天堂哟，第二位有金鱼儿泡米香，第三位香橙蘑菇炖豆腐，第四位白菜香棍炒青章，第五位姜烧核桃牛一牛，第六位酱油花椒在花上，大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。哎呀，看起来古人为我做39年，管家的娘子今年亲王兰英，夫妻分别3年整，今日相逢喜怀金。
事，我急忙进来去相认。哎呀，难嘞！我只等给您温馨到给你，身为心爱与从人，非我四方因公爱，为民之爱真非轻。啥时此刻将其人，定在南门杨家人。半夜风声传出话，被张当知道有了真没有事不成。我前人呢难相认，文书全主很心神。好在是我去下落一分明，但等到事恰日子，再夫妻人。叫父不不转，
进来把起酒。惊动了旁人唱是非。一番劝慰心良苦，直到是还要替文书来说明。说明？哎呀，好啊！倒不是将计就计，把气为。明日里我再到上院来叫孙明。
其实七分明，积极迎来无虑定。距离上元教孙明，此是困乡孙明啊。叫夫人吟，不见杨家有动静，难道兰英未听见？难道家中无有人？我想起了杨家家道病，莫非是无有人才来说明？我本是京都出来王先生，得到黑人杨阳明，大户人家叫孙明，明经要守无良人，中等人家叫孙明，但若台外台点心，贫穷人家叫孙明，不要银子不会好分。倘若家中有小儿，先生还要送礼金，到天洞里也是问，送给小儿马高兵。今日须知音，放声再叫为了听。我的罪名非别人，冤枉他是一孙的亲。快来这些
巧来得好哦！弟弟啊，快去请先生去。这是困相顺你啊！这年先生，快来，我们要算命。来了来了。来噻。妈妈，江湖人有礼。万里。这个先生有点面熟了哦。啊，妈妈，我出自说明最难唱歌，这害人们还是第一次嘞。哦，第一次。妈妈一定认错了。哦，他认错的，认错的啦。弟弟啊，快把袋子补上来啊！弟弟啊，这些多张椅子嘞啊！先生，手动，快手动啊，手动啊！先生，我这些都被走了啊！妈妈不用。啊，行。走到来噻！先生，吃肉啊！多谢妈妈不。要客气了。啊，妈妈，你要算的是男名还是女名啊？糯米。请报是人发誓。哦，先生，我出门来了啊！阿文啊，侬丈夫的是人发誓快讲嘞。丁老年归老哟，并生着新老事。我晓得噻，晓得噻。哦，先生，我问了噻。是，喏，是丁卯年癸卯月病丙什么？先生，我再出门来了啊！病生日辛卯时。对了，先生这里。是人八字大分明，更需要顺势记名。别人的名儿不为顺，自己的名儿顺得真。先生，那侬要详细细、老实个说嘞啊！好。放不正啊，水巧，走吧。妈妈，我一不管家，二不奉人，早命日顺。妈妈听到。家女人无份，市里人家常人出生原是官家子，父母爱他常真，上无兄来下无弟，他是无爹无妹多因。一句两岁娘娃抱，19、4岁离娘生，5、9、6岁大半个，7岁、8岁郎要问，9岁、10岁与文昌官，11人到年，12岁到17岁，哎
17岁上有在心。有啥个在心啊17岁名闻天高飞，无风起浪不逃生。朝中奸人来上眼，为他人家与我们，只有此人能到生他的穷途老汉去飘零。苦逼瞎子故作强，夫人骨刚先半分。赢得红鸾喜心脏，罗凤少年40年，乱舞聘金为标记，义无内争是人情。哎呀，醉我！哎呀，天啊！哎呀，醉我！哎呀，先生！先生，对不起哦，先生。哎呀，哦，对不起啦哦。哦，先生，侬说的啦，跟个女工可是一生一样的啦。哎呀，妈妈，对不起哦，先生。先生，后来有那个讨你，哎，那么后来又怎么样啊？对我顺嘞。好，17岁到18岁，哎呀，妈妈，又做啥？18岁遇逢大难心，老狱之灾飞来祸，人民官司家在身，民外小人爱相爱，谁却怨命难分。官人，我那确实的官人啊！先生，吃肉啊！爱听娘子可悲声，恨谁心中人不仁，不只能家日算命恩相求，却为娘子莫伤心。先生，啊，妈妈，此命是还好啊，是还好。啊，人啊死了还好？幸亏遇逢贵人心，贵人相聚得容身。18过去19春，独醉青龙交好运。今年正当20余，亲房得中做公舅，我下夫去不相会，不尽从容情。先生是话不长大气，我便落上哄骗哑人。我女婿死了3年整，哪有人死再复生？不对，抢走吧！哦，不要抢了。妈妈，你们需要不相信，此命算来一定真。他命中实在不该死，我情还在世上人。李
谁在离空？喏，是我的乖女儿啦。先生，我老实告诉侬，刚刚说一个农民，就是我的乖女婿啦。唉，冤枉死了，已有3年了。啊，妈妈，岂有冤枉，又不去申冤告状？唉，不得告上大爷嘛，提起告上我去压杀。我母女几次去还有男的长当全是他，我月牙姑娘见告别呀，这都是一得白日乱扯呀。妈妈，那谁在往上告？哎呀，先生，俺这到啥个地方去告你？妈妈，我一路以来听人讲，你以为新人情为出金榜，明日谁过到黑人，我愿带人去告状。哪个大儿不退婚，哪个贵妇不是上，只恐怕冤万字更离离。为官清正理朝堂，天年如是不亲人，你们去告状，一定能够伸冤枉。先生，这人儿大人真是个清官。是啊，你们去告状，一定能告得准。哎，这俺倒是要去试一试你。我们再去试一试。哎呀，这到啥个地方下床子去呢？长子，我为谁呀？啊？噶先生我为先生？为谁呀？哎呀，赶紧去先生，今俺下着床子。好，弟弟啊，快去肚子，别来。哦，不用，我这里。弟弟啊，快去先生母母。哎呀，他被张当所害，这冤枉们，刚才说明都已经算出来了。上层老苏冤人，字里行间血泪淋，我是谁上子是身份，明日里领教这子我把领。你写好妈妈情况好个好个，丁金啊，罗进去今天来，自己空空想着对不对啊？先生，这人我大人当真是个清官，情字虽明日见，古人千面无私。妈妈放心就是。先生，要是长子告真，那个女性生了冤枉，俺一定要好好的谢谢奴才，谢谢奴才啊！哎，妈，今天嗓子写得真好哦，先生新郎辛苦了，我们没嫌弃他。哎，这副领下一双儿子就送去先生吧。哎呦，我还是我个闺女想得周到啦。哎呀，哎，先生，俺屋里穷，没铜钿好不弄了啊。妈妈不用不用，这里有啥子就送给先生，不要俺个点心意哦。哎，多去吧，多去吧。多谢妈妈。不要客气，弟弟小意思，不要客气了啊。哎，先生，鞋子落脱嘞，鞋子落脱嘞。妈妈，这鞋子我收下一张，还有一张就留在这里。
干是做啥？随下之人对夫妻相会。啊！工人到底发牢骚了！呀，说明先生在哪里？醉了？那个床吓得不得。不，这好像是我官身的笔迹啊！帝君啊，快去把字收回来！红旗将母亲自告气囊，手上并张鑫啊，银票苦人带在身上。大爷，小弟取了300两银票，打在身上。好，大人到。王大人，若甚张堂之下有礼了。本官也有意，小弟叩见询问大人。罢了。王大人为国奔波一路上辛苦了。为国为民，滚的辛苦而死。咦，这位询问大人好像在哪里见过的呀？是有点面熟过。请问王大人，以往客人到过海宁？本院是以省长京都从未来过江洛。不知王大人今日想要与我见交？本院奉旨领官初到海宁，半日有不到之事，还请张师兄告我早意。哪里，他人虽有为难之事，有甚一听心里周详。大人，有人激动堂鼓。尽管激动堂鼓。王大人公然真有甚告示了？去吧。张师兄，下官尊人相亲，岂有怠慢师兄之理？还请张师兄同下官一同升堂立誓。小人不管呐。师兄不必客气，来，有升堂。是升堂。人皇安营，上告本人恶法长大。既
今日起心欲作难迎，事实没想因爱我父，黑人愿滚滚相互，团长王法，将我父我却当人造，有主瑞贵，有主动是我父，小夫人正愿善在生疏我们，上期青天大人懂得巧明明在这上高大人圣冤张师兄，自让受者苦日日也。大人，想有生来日读书之人，官文之后，一向奉公税法安分守己，岂为做出此事？分明这雕无牙言诬告。下ye诬告，对方大人按例分析。正当设置大人，小夫人还有圣旨在此，待圣旨。待圣旨。3年之前，张当爷我闻学子当对正是大人。随便张子把酒饮，张当他也要失望难敌，我居然因他是敌人，他尽管将我滚成天当门。我去当圣少卿老鸨，张青青遭受之命，请我恨你儿了，他要我回门去了。我是谁啥也不必留，张得他与家来因私交好，为当不必为啥我光棍相互常难搞。大人，挑明去老家官社会上去来告人。张兴，把赏字呈上。一票。王大人明察秋毫。本院不是3年之前团长王法的黑人院党之妻之怒。大人冤枉！张当，圣正的人你早日不早。片面之事难以作证，我负谁可招？负谁可招？这300两分银何用？你再来仔细看看，本院是谁？我就是3年之前，你还不是的何文婿？是他。既然如此，早就伏法。画工。吴文旭，我审理兵部机务，当扰太师，一棍把我怎么样？
我知万法，使命同谁？我身为新官，执法是善。无问信。老命顶天的公明，按下欺君谁比亲？一封跨世进京城，混交你就混些真难保你。他未必王必信，其他的言我担任。山上上子将你告，其我地缘谁比亲？羞杀累累，岂能饶？强强命与自为民法，把尊点参，必死人民。铁证自山，王法调调难清人。你滚帮我怎么也好？城内去度上方境。先斩张当，再回京都民生局。来，将张当之佛推出来斩。